炎炎夏日想食得清爽又健康，呢個韓式青瓜麵沙律係眾多韓國女仔推介，係去水腫同瘦身美味嘅代餐，絕對係一個食住瘦嘅食譜。作為 superfood 嘅青瓜，加埋韓式調味，美味大大提升。捉住夏天尾巴，過一個自 fit 嘅生物。